2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3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4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无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5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；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6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7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8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9点，你执着时候放下，执着时候就没有烦恼。